做下一道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上海熏鱼哦，好好吃哦！老师赶快说要怎么做吧。好，首先我们先选用一般的草鱼。那假如真的买不到草鱼呢，我们鲤鱼也可以，还有这个鲳鱼也可以。就是油脂不能太多，对，油脂不要太丰富的，对，因为太丰富一炸它就 guilty 啊。对，而且吃的可能会腻口。OK， 那我们就一般市售的草鱼回来，我们洗净之后，我们就给它切剁大块哈。那这个大草鱼的好处呢，就是其实它的骨啊都很粗，在吃的时候就很容易可以剔除掉。好，我们再给它斜切。对。台湾这个农渔业哦，真的很了不起哦。OK， 切好之后，我们就加入适当的酱油。酱油一些，不要太多，因为太多的话呢，它在炸的过程中，它会上色，它会太黑。所以我们就适当的抓一下就好。OK， 那少许的米酒，对，那少许的胡椒粉，我们拌匀就可以了。大概要腌多久？差不多10分钟就好，不要太久。一下，因为假如腌制过久了，虽然会入味，可是它的这个鱼肉的水分啊会被释放出来。那就没那么甜了。对，味道就没这么饱。OK， 那我们就稍微腌制一下，放静置就好。早期的熏鱼呢，我们都是先事前做好，然后把它冷藏。是。那慢慢这几年呢，我们就稍微改变了一点做法，就是吃热的熏鱼哈。热的熏鱼我们就是现炸，炸好之后马上跟这个酱汁呢和在一起，然后热热的吃。那鱼肉也嫩，那这个酱汁的各方面的气味也是非常足够的。OK， 那我们就先取一锅油锅哦。那我们这边我们就先来做酱汁。那我们依序将葱姜，我们就给它爆香。老师，你这个熏鱼的做法是不是跟每次我们去这个上海餐厅点那个什么鲫鱼啊，做法差不多呢？就是说先炸过，然后再泡在我们的酱汁里面。对对对，因为炸过之后，它的纤维会有一点变化。那变化的时候，我们再用酱汁再去卤它之后，它会很容易的吸附在里面。对，我们就把一些这些八角、叶桂叶、桂皮、干辣椒，假如不想吃辣的朋友，我们干辣椒可以不要放。那干辣椒其实它的用意是在于这个辣椒的香味我们就不是说要取它的辣，是取它的香味我们依序给它爆香一下。好，那我们现在依序把调味料放进去我们米酒、胡椒粉、酱油、醋、糖。那我们会加一些绍兴酒那我们把所有的酱汁给炒匀那我们加入1碗水，滚了之后，我们就开小火，让它自然的收汁，然后越来越浓稠它等浓稠度有的时候，我们就把火关掉。那我们就先盖盖子吗？不用盖盖子。对，那我们现在先熬制它一下。熏鱼的酱汁呢已经完成了，大概就是要熬制个10分钟。老师说不要盖锅盖因为我们对不要盖锅盖，要让它有点收汁的感觉对，那我们就把多余的这一些材料把它捞出来OK， 那我们先把这个料取出。那我们现在准备开一个油锅。熏鱼的这个油温可能要稍微烧高一点。对啊，油温的话可能要拉到220左右。那就是非常高的温度了所以我们在做这道料理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OK， 那现在油温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先拿一块来慢慢下。其实这鱼的水分已经不多了是。那我们就慢慢下，不要担心，慢慢下，就轻轻的放进去就可以了。爆是难免的那可是就是不要急。
也不要怕哦，也不要哇好远拿得特别高，然后就用丢进去丢下去反而溅得更高，我们就慢慢放，依序的慢慢放下去。有我朋友第一次做这个这种炸的这个炸物的时候，他就是用丢的，结果我们对，那太危险了，因为它丢下来就溅更开了，对，就慢慢放。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水分了哦，所以我们就慢慢放。所以也是我们刚刚老师呢一直在强调哦，我们今天做这个熏鱼呢，千万不要去选呢有很多的，对，不要太丰富的，太丰富的这个鱼哦。所以呢，我们用鲳鱼啦，哈，用鲤鱼啦，用这个比较干一点的鱼啊，千万不要用这个青鱼。对，还有什么鲑鱼啊，那油脂都太丰富了。好，那一开始下去的时候呢，会粘在一起，那我们也先不要担心哈，等它炸了结痂定型之后，我们再来把它拨开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它的定型状况。我们外表有点结痂就可以给它捞起来了。所以比一般我们在炸鱼啊、鱼排啊，都还要再炸的焦一点，对不对？对，因为等下我们还要再炸第二次。哦，第一次我们是先把这个外表呢给炸结痂，那方便剥开哈。那等一下我们再炸第二次，是让它里面炸透、炸熟。那这时候我们就先把这个刚刚我们炸好的鱼先给它剥开。其实，在油里面看起来感觉好像会粘在一起，可是我们在捞起来之后其实是不会的。哎，真的耶！现在是有点软嫩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观众朋友呢常去吃上海菜，你会发现吃起来有点脆口，可是里面是很鲜嫩多汁的。所以刚刚那个酱油千万不要下太多，下太多的话，它的颜色会太深。对。OK， 那我们现在炸第二回，我们就用第一次的余温。那我们这次就稍微给它泡一下。那第二次就是要给它炸熟了。第一次可能是还没有熟，只是把外面炸定型。上海菜本身是没什么大菜的啦，那就是这个精致的小菜啊，头盆呢，就是非常是上海菜的主流。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上菜，我们的菜单都是8大碟、8小碟，哇，一桌满满的开胃小菜，这样子。那最后再配一个我们标准的上海菜饭，做一个结尾，这样子。OK， 那我们这个也炸得差不多了哈。那最后起锅前的时候，我要把火稍微再加大一下，把多余的油脂给逼出来。然后就直接要放到我们的对，我们就直接放入这个酱汁里面就可以了。OK， 那我们就把炸好的熏鱼就直接倒入这个酱汁里面了啊。那我们轻轻搅拌一下就可以，让它都沾裹均匀。那酱汁它已经很浓稠了哈，我们就建议不再开火了。对，因为开火的话可能会有焦掉的可能性。我们就拌均匀。这熏鱼刚炸好呢，它的毛细孔呢其实是睁开的。那这个酱汁我们熬好之后呢，有稍微放凉一下。那这个遇到这个冷的酱汁呢，它这个热的熏鱼啊就会收缩，就会把这个酱汁给带到它的肉质里面去。哦，对。所以我们事先也是一样啊，先把这个酱汁先煮好，在那边备用。OK。像我们在家的话，就是整锅都是放下去。哦，不行，这不行，这有悖我们这个对有点美学的概念。可是我要吃的话，应该要现在试吃吧，不然等你叠好的时候，待会像那个叠罗汉，我抽一根的话，像骨牌一样，整个都倒下来怎么办啊？那我要挑一个最小的来吃看。冷热皆宜。我在这边啊，要建议我们的农委会啊，如果要做这个草鱼代言的时候，一定要请我们的陆老师去，他可以把草鱼做得这么好吃哦。我觉得台湾的草鱼真的前途无量，太好吃了，老师。真的，那还没有，我们最后还要准备我们的桂花，
我们桂花撒在这个热热的鱼上面啊，会多带出一个这个桂花的香气。哦，好，这个是老师带来冷热皆宜的上海熏鱼，很漂亮的一道菜。谢谢。希望观众朋友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我们希望下次呢有机会再请陆老师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分享好吃的这个上海菜。